Hello，各位朋友，早晨，大家好，賭神師兄今日繼續同大家講嘢。嗱，有兩條片咧，我拍咗關於香港1933年開始嗰個諸葛武侯嘅扶乩嘅嗰套片咧，講香港100年嘅滄桑咧，哇！一諗唔到一個禮拜唔使2萬個 views， 咁我發覺咧講呢啲咁嘅啲預言嗰啲咁嘅嘢咧，就好過我講八字啊！因為八字講得太深咧，冇人識得欣賞。好我而家改行講呢個賭神版嘅推背圖啊！咁推背圖我哋知啦一共有60個講啦咁。而家市面上咧就應該有6個版本嘅。咁最流通得最勁嘅咧就係大約係500年前咧，明末清初有個才子叫做金聖嘆，佢曾經整理過呢個啲推背圖，仲作咗一啲注解。咁今時今日咧，我哋都係講金聖嘆呢本咁嘅推背圖啦。咁以前嘅嘢冇乜意思啊，知嚟都唔想知啊。以後嘅嘢我哋都冇可能見得到啦。咁都係翻去而家咁講我哋喺香港咧，1933年嗰個百年扶乩又睇下推背圖，同樣嘅年代，我哋有啲咩啟示咧咁？咁我哋睇推背圖嘅39象咧，咁咧一般嚟講推背圖呢啲咁嘅一個象咧，有分開4個 part。咁第一咧就係參。參其實就係話嗰個議員嘅詩歌呢個先係議員。佢亦都有頌啦，頌曰咁頌咧就係解釋嘅 detail， 解釋呢一個咁嘅預言詩咁。另外佢有一幅圖，圖畫啲公仔喺度啦，大家都係靠估嘅。咁另外佢有個卦啦，咁每一個象咧佢都有個卦咁。一般嚟講，一個象咧由4個 part 組成嘅。老實講卦我就唔識啦，參頌咁可以推理下，咁揾翻啲嘢嚟睇下咁。圖咧又係大家都係靠估嘅啫，即係話你睇嘅嘢同我睇嘅嘢可能大家一個天一個地咁。好，咁我哋講第39象就非常之接近我哋香港100年嘅歷史㗎啦。咁呢個咧就係大約係講1937年，即係嗰個年代因為香港我哋1933、1937嗰陣時咧，啱啱咧日本仔7月7日就盧溝橋事變咁樣，起咗日本侵華嗰一幕。好，我哋話參曰。鳥無足，呢個鳥字，呢個足咧如果你話鳥無足咁，即係呢度唔見咗啲腳啦。山有月，咁整個山喺度，咁個月喺邊度咧？呢度一勾彎月咁即係山有月咁。事實上有一個島啦，旭初升，旭就旭日初升咧。我哋話日出扶桑咁日本咧講一個島國啦，呢個鳥無足嘅一個島啦嘛。呢個島國喺東邊初升起，喺升起嘅時候人都哭即係大家好驚啦，都驚到要喊啦咁嘅意思。一個圖係點樣圖法咧？圖咧我哋見到一個山呢度有個旭日嘅太陽喺度升起嚟。然後呢度有隻雀仔，呢個圖片咧我就畫唔到咁咩㗎啦，你大家翻去睇翻自己嗰個圖，上網都揾到㗎啦咁。我哋見到一隻雀仔，一個島飛咗去呢個山上面咁。我哋用啲想像力，呢個山咧係尖形嘅，有一啲石紋喺度嘅。我哋會見到係咪好似一個戒字一個山尖頂而呢啲石山咧變咗係一個戒字同埋一個石字啦。戒石大家明白我講咩㗎啦？即係話呢個
日本仔嘅島國飛咗嚟中原大地裏邊，同蔣介石領導嘅軍隊產生咗8年抗戰，就咁嘅意思啦。咁呢8年抗戰係幾時開始嘅咧？咁雖然你話1941年12月即係話1937年已經盧溝橋即係話事變77，但係事實上我哋講仲約，即係話個 detail 係點咧？佢12月中氣不和，咁我哋解12月中啊。咁如果好多人解12月嘅中間就7月喎，因為7月盧溝橋事變喎係唔啱嘅。咁我哋講12月中係講咩咧？原來12月中係講1941年12月9號呢個國民政府呢個林森主席正式向日本仔宣戰嗰一日係咪12月中啊？而早2日咧，12月7號咧就係啱就係日本仔偷襲珍珠港，2日之後我哋去參加就宣戰啦咁。好啦，咁呢個就12月中氣不和，大家明啦，即係話唔係咁正啦咁。南山有雀就北山羅咁。嗱，日本仔嚟嘅時候喺1937年嗰個時候，佢已經入咗嚟中國大陸裏邊，特別喺東北3省裏邊咧佢就呢個羅啦，北方羅呢個就係愛新覺羅溥儀。溥儀係清朝嘅最後一個末日皇帝，咁佢俾人趕咗出去呢個紫禁城之外咧，之後咧佢後尾俾日本仔扶持佢。1932年咧，佢喺東北成立一個滿洲國咁呢個即係等於係一個傀儡嘅政府啦，就幫日本仔做嘢嘅。咁呢個北山羅就指呢個愛新覺羅溥儀佢個滿洲國。咁另外仲有咩呢個有雀咩雀咧？雀我哋話係汪精衛啦。汪精衛嘅意思係一種雀嘅名稱啊。咁就話汪精衛咧，當時1940年咧，佢係喺日本仔管治嗰個領域裏邊咧，日本仔扶植叫做偽國民政府嘅，即係呢2個咧一個南雀一個北羅咧，係幫日本仔做嘢嘅咁都好似解得通喎咁。好啦，一朝聽得金雞叫即係咁中間就話打到7彩啦中日抗戰啦好，幾時完呢個戰爭一朝聽得金雞叫有金雞叫嘅時候，就呢場戰爭完啦咁。咁我哋翻查歷史咧，1945年乙酉年啊，乙酉年就係日本仔咧就輸咗啦，無條件投降啦。咁呢段時間咧，1945年咧係雞啦，不過係木雞乙酉年唔係講嘅金雞咁我哋話如果係金雞叫鳴就天下亂，咁呢個唔係金雞，呢個金雞應該係啱天下亂開始喎，唔應該係佢收檔咁咁呢個可能唔係金雞，呢個叫做木雞啦我講好啦，金雞叫完之後，跟住就點大海沉沉就日已過，大海石沉大海啦，而家唔係石沉大海，係日沉大海即係話等於日本仔輸咗啦，咁玩完啦，散檔啦咁，於是咧就呢個大戰就結束啦咁。好啦，我哋睇相對時間呢個日本仔侵華，即係宣戰啦，1941年12月，哇隔咗3個禮拜佢已經打香港啦，打香港25號香港淪陷。喺呢段時間45年8月15號日本仔投降已經係3年零8個月嘅淪陷期啦。香港人就受盡呢個日本仔嘅氣啦咁樣。好，咁我哋講喺呢個仗嚟講咧，主要係講日本仔侵華啦。咁我哋你哋可以抄翻幅圖嚟睇下。鳥啦，鳥係一個島啦，山有月啦，呢個界石。雀仔飛咗上去呢個山度同埋界石領導嘅國軍抗戰係咁嘅意思。OK。